子琪，歡迎大家睇我個《小車流》，今日帶你去刮蛋，跟住我去刮蛋啦。不過我哋要坐車。我而家去呢刮蛋工具。呢度會有個袋，裏邊會有。各位小朋友啊，如果你發現咧掘蛋掘到，我哋開始沙灘獵蛋奇兵2025，繼續開始。記住細蛋袋落自己個袋度，大蛋舉手。細蛋袋落自己個袋度，大蛋舉手。刮沙向下面刮，向下面刮，哇，好好啊！係啦，向下面刮，係啦，刮到擠落自己個袋度。有時用手仲快過用泥耙同埋鏟㗎，試下用手摸下，用手摸下，係咪已經唔見咗自己嘅小朋友咧？